在东调，秋起长山红鸳鸯，落江连景遥。是啊，哥，已经真暗咯，咱转来客栈歇困，明仔载咱爱过赶路。路也袂离见的，你是咧紧张什么？嘿，是啊，哥，你今日才伤热，只有路才一个人跟随你，唔拄好，若当到刺客。正拄啊好，我正在伫咧等待刺客。哦，玉太官甘凤池为着要替婚鞋报仇，正在西岭山要来行刺我，结果败在连庆尧的手中。一摆若是知影我要回京，绝对袂遮尔简单就来罢休，真有可能已经回来啊！是啊，哥，敢若有人来啊？我知影，有道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江南七劫，我看一定找帮手。咱只有军神两个人，恐惊。放心，早我就已经有设下埋伏，我要自从这唔惊死的半夜，一网打尽。龙姐，你干咩了？原来是西藏地位大妈。是啊，哥，真奇怪，咱咱有听因的手机。今仔日伫咧用暗饭的时阵，我早就自将定心药放在酒菜中互你食。当然，这个时阵你就会唔惊因的咒语。参见四阿哥。免礼。翠妮，工作。不要紧啊啦，你是安怎？惨啊！我叫背无去啊，我过来去找。慢些，翠妮，文静一定还阁伫迄个所在。你即马阁挖倒转去，安尼敢是自投罗网？袂要紧啦，放你一块玉佩，是当价值偌济钱，放去就好了。行。也毋过，迄玉佩是恁经销送我。提起着连景尧，我想到一件代志。听讲昆仑派第一高手王国生，决定要用震动武林的指虎幻剑来对付连景尧。周大侠，什么是指虎幻剑？哦，指虎幻剑就是王国生所修炼的法宝，只要心意坚定的人，才袂中计。也若无食，也若无，伊心内所想的是甚物人，伊看的就是甚物人。人讲魔有心声，伊一定死在黄昏的幻觉中。好，咱来去。惨啊！连公子唯一的弱点就是对女人太多情，伊敢有
有我度通渡过蒙角新道长指虎犯境。对啦，对啦，我是啥？原来是道长，你是什么人？昆仑派孟角星。免讲，林天耀，你用迄滴子来害死我的道地凌霄子，今仔日我要用指虎犯境来为道地报仇。大少，道长，这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者。别讲，道长，哎呀，感冒真好，赶休息吧。不要，这是误会。凌霄子是柳云台，并不是我，我应该连来向伊解释才对。道长，小弟，不，唔通，来，不要。迄啥？指虎犯境。
一个大丈夫男子汉，无爱搁互人招啊啦！定伫咧互你甲我气啊，安尼我要气死！我无要搁气落啊！我即马唔转去，你甲我闪！哎呦，阿斗的，莫生气，咱来转吼。唔转去啦！放！来啦，放啊！来啦，走！哈！原来我毋说伫咧起眼卵啊！惨啊！这都是幻觉啊！等下啊，阮直大的上啊！阿斗啊，直大的小，阿小，嘿，啊你敢毋是炎红？阿小，自将分别啊，到如今要小将你啊记在心，啊为啊无。我阿上啊又无缘斗啊面，哪会看住啊你的啊心？虽然你不是啊，准巧汉，代志了阮的庐山。爱你是小友的英雄汉，阮爱你的气度是富的平凡。一姑娘你记配，迄个死阿哥对我死情啊，你死的为啊好？我阿上啊受累，又正道，不愿断爱来的远啊道。阿雄啊，你莫走啦，阿雄。啊！嘿，雄啊！嘿，到啊！雄啊！到啊！雄啊！我问你，拄则你是毋是有幻觉？有啊！吼，我起眼两去看到阮迄箍茶杯吼，着小丸呢。吼，阮迄箍慢的吼，安尼倒强要甲我倒转去啦。我吼无张无弛，袂输感觉天公互我的胆泉规个颠大起来，无咧甲信了，伊倒强要甲我拖长，起脚甲站去。哇，太真了！才知影讲，就是幻觉的啦。哎呀，我早都已经有听人讲过啊，指虎梦觉镜足厉害。今仔日才知影讲哦，确实无简单。我嘛是伫迄个梦觉镜中去看到迄个艳红姑娘啊。啊，伊冤啊倒强要甲我填，我大下泉甲扯去吼，煞泉无去。真是啊，那安尼惨啊！咱直大的吼，甲咱同款有哪伫咧梦觉镜内底咧？啊，一定咱会撞着水查某囡仔，伊甲咱无同款，袂像咱安尼甲伊杀啦。伊甚至连共摸伊都唔敢摸，伊若安尼吼，一定去互人骂去啊！公主为何头无停？你为何不听随我行？不
万物无地心地土。哎呀，林公主，你对翠娘了心灵，有我引导你可宽心，并非对你负信任，却都无下记你情。不必记录在心田，去到尽处别有天。江山平平，面对面，咱漫步同行肩并肩。处事修来有技巧，你独练出现为哪条？珍惜天天相思愁，你无管我出言为何由？嘿，不是翠娘，无毋对，我是何文华的家后丁秀英，何文华的家后，是互你用迄滴子所害死何文华。迄地主，迄地主，这完全就是欺负犯行的威力。若你讲意念不正，无有心声，伊时时刻刻就去思念迄个虚翠娘，所以讲，你将我当作是伊，在心甘情愿带我来到这昆梦。大长，来我再讲，林庆阳，你不但心怀丑乱，而且如此好色，就算讲我要饶你，丁大脚也袂饶你。哼，林庆阳，你用迄滴子害死我的徒弟何文华，我今仔要爱你血迹血汗。这完全是误会。若是伊文华死，并不是我害死的，是伊了因啊！你又甲你辩解？王道长，你有想要替你的徒弟营销做报仇吗？当然是不会。道长，你听我辩解。